这啥子呢？我妈的妈妈，我妈的妈的有说的我面具，对吧？面具，他妈的啊，说吧有说个我来的具，啊，这能随便了嘛？面具要个样啊？面具为什么呢？你家人手嘛的不？为什么？么家人手啊？说你个人手的说我家人手的面具，对吧？我找我呢，你阿里阿为啥？一些呢你节色我就对，一些呢你节色。节色，哎，喇叭嘛的，节色嘛够他的该我，面具嘛够他的呢，喇叭，格里我别动哎，喇叭格里我，阿么，这嘛的那你们哎，嘛等下个你爬，为什么嘛？爸爬，嘛等下个爬谁的多啊？我不是你阿里该我，恰爬该我的恰爬。爬嘛的等我就爸爬，别让爬干不能一点节色嘛，这个别弄的嘛，恰爬别让那你么，这是恰爬的，别用知道的。阿么呢，有你知道的吗？卡嘛的节色给我那啥呢？哎，卡该我们啊，阿的卡咋嘛？卡手，哎，我的该我别的嘛。我咋有你能咋别嘛咋？别让节色嘛给我那啥呢？嘛咋该我别的嘛。不是你面接面具些都在嘛的嘛那里么？节些我别那他们的字么？阿里我们接那讲哦，这里家真是等下都在那接那讲啊，别那他们的字，阿么出去的去面呐别的嘛那里啊，所以的绝对是他妈播啊，我的面播给我们哎，阿么他妈那里面呐给我，我就说在那个地方走了我们哎，我们在那里别说细色。一些人呢，细色我别的嘛，俺你一头细色，我领我，但俺们有细色嘛，你细不别的嘛那些出来嘛，哎有句话的话嘛，有句话哪里有别的，怕啦别的嘛的，细色嘛给我咋领我，怕啦，哎，啊那你吃嘛那明明那得过了怕啦咋不嘛，哎，我也不想嘛，我这怕啦，哎我这边个么？怕辣，哎，我里边我别的嘛，我们打米粒子，阿么这的嘛，那嘛的，细些嘛给我谈呢，那，这把你基本上么啊，因为细些我不懂呢，这里我弟弟是西游人呢，我弟弟是西游人呢，都基本都是讲那，哎，我里那，阿么呢，嘎，哎，你看嘛嘎。陆地嘛嘎，咱我别谈嘞，他妈我们哎，我里原我别弄，阿么那你那铺对铺，哎那铺，谢谢嘛哥的那铺，哎我是个原啊别的嘛，么，一足迹处事，我哇别的嘛，他们例子。